今年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嘅工商管理博士課程 DBA 邁進極具意義嘅30週年。回顧1996年，我哋開辦咗全港第一個 DBA 課程。當時香港嘅商業教育普遍認為 MBA 已經係最高層次，但理大商學院洞察到一個尚未被滿足嘅需求。高階主管需要嘅唔係更多管理工具，而係具備戰略智權嘅能力。30年嚟，我哋嘅課程不斷與時並進，我哋所培育嘅領袖作為工商界嘅掌舵人，由抵禦環球金融海嘯嘅衝擊，到應對後疫情時代嘅新常態，成功駕馭咗一次又一次宏觀環境帶嚟嘅挑戰。理大商學院嘅 DBA 課程唔只係一個學位，更代表我哋對高管角色嘅重新定義，由管理者轉化為學者型領袖。一位學者型領袖能夠善用研究成果去回應現實世界中嘅管理難題。作為企業領袖，亦需要面對全球化帶嚟嘅流動性，無論係香港、大灣區以至跨國企業嘅營運環境，都需具備適應能力。因此，我哋嘅課程積極連結國內外世界級學府，確保我哋嘅畢業生同國際最高標準接軌。嚟到今日，商業世界嘅規則已經被 AI 同埋數碼經濟顛覆。呢個就係點解近年我哋將更多關於數據分析、數碼技術應用、AI、領導力同埋創業研究注入課程嘅核心，唔係因為市場流行，而係為咗幫一班要掌舵企業嘅同學，訓練佢哋有家勞巨浪嘅視野。喺 AI 浪潮下，各行各業一直以嚟嘅決策方法、增長邏輯、成功嘅商業模式，以至成本結構，都迅速咁被重新改寫。作為領袖，擔心嘅唔係唔識用 AI， 而係原本賺錢嘅經驗模式變得毫無價值。同樣地，資產代幣化同 Web3 嘅興起，觸發咗資產定義權嘅轉移。如果你嘅企業仲停留喺傳統嘅融資同交易模式，你可能會失去進入新經濟體嘅入場券。加上地緣政治、自然災害令全球供應鏈突然斷裂，決策嘅變數同難度係指數級上升。理大 DBA 嘅任務就係要幫你以範式轉移嘅思維層次去建立一套跨學科嘅分析框架。我哋強調以嚴謹嘅思考方式同證據作為決策基礎，透過結構化嘅治理，令你由被動應對變成戰略自主，喺變局中主動佈局。引領我哋不斷突破嘅係學院嘅核心願景 Ideas Innovation-Driven Education and Scholarship， 亦即以創新與卓見推動教育與學術嘅長遠發展。咁 Ideas 所體現嘅係咩呢？首先係創新，我哋要求學員將最前沿嘅科技同 ESG 趨勢實質轉化為可落地實行嘅商業戰略。其次係學問，我哋嘅教研團隊堅持最嚴謹嘅跨學科研究，令學院獲得 AACSB 同 AQUIS 雙重國際頂級認證，並且喺 UTD 世界100強商學院排名中位列全球第35位。學術實力只係起點，透過 DBA 課程，理大商學院致力將呢股強大嘅學術力量轉化為實際嘅社會影響力，推動香港以至大灣區可持續發展。傳統管理教育多着眼於既有制度下回應變化，而 Ideas 所倡導嘅係透過學術研究深化戰略視野，重新設計規則去主動引領變化。我哋嘅跨學科課程設計係為咗訓練你嘅系統思維，幫你建立一套屬於你自己嘅升級版戰略系統、決策系統、治理系統同埋學術型思維系統。透過將實戰經驗轉化為理論洞見，幫你造就成為一位具備戰略自主能力嘅學者型領袖。所謂跨學科學習，本質上就係培養你預見連鎖反應嘅能力，令你唔再只係喺表面睇到單一個問題。呢個都係點解我哋嘅核心課程涵蓋咗定量同定性研究嘅完整訓練，等你學識重新審視自己嘅行業邏輯，建立新嘅假設同領導模式，
發展一套全新嘅思維系統。學院能夠取得今日嘅卓越成就，全賴每一位教職員、在讀學員、校友、校董會以及各界夥伴一直以嚟嘅支持同行。每一位完成理大 DBA 課程嘅畢業生都經歷一場深刻嘅身份蛻變，由管理實踐者成長為能夠創造同運用新知識嘅學者型領袖。呢份蛻變正正完美呼應我哋理大 DBA 30週年嘅主題，引領創建，成就影響 ，From ideas to impact。作為實踐派嘅研究學者，除咗要具備創建能力，亦肩負回應共同挑戰嘅責任。由人口老化、可持續發展，以至 ESG 同商業倫理，真正將創建轉化為實質影響，成就社會價值。呢份信念正係理大 DBA 30年嚟始終堅持嘅方向，亦係我哋與各位共勉攜手走向嘅未來。